香港人夢寐以求嘅養老院。如果幾百蚊就可以俾你試住，你會唔會心動先？我哋唔係傳統嘅養老院，而係香港人夢寐以求嘅退休好地方。喺呢度生活嘅長者呢，係完全自由㗎，每一間房都係一個小家，精美又溫馨。親戚朋友嚟玩，煮多幾味好餸，開個 party 都係 OK 㗎。港資企業更懂香港長者嘅需求。24小時守護健康嘅同時，對長者個人隱私都係保護得好到位㗎。仲有豪華配套嘅會所，每日有好似瑜伽、唱歌、跳舞呢啲唔同嘅興趣班可以參加。平時仲可以出去玩，參加下節日活動。喺呢度生活嘅長者，你哋會有滿滿嘅陪伴、愛同埋尊重。信輝同普通養老機構有咩唔同？養老唔係坐監。唔好去咁偏遠地方，生活嘅居所呢就喺市中心，樓下就有 shopping mall 啦，衣食住行都好方便噶。要喺城市中心感受下最新鮮嘅事物，食到嚟自全國各地嘅美食。喺信輝生活嘅長者，食得好啦，住得好啦，心情又靚，命都長多幾年啦。喺呢度除咗日常身體檢查之外，仲有17項康養項目嘅喎，方便長者隨時可以進行康復訓練㗎。而且呢，500米以內就有人民醫院同埋蘇華贊醫院，真係做到樓上養老，樓下就醫㗎。仲有24小時護士on call，一有情況即刻就到啦。幾個管家圍住你一個人轉，同你行街啦、食飯啦、傾偈，連居住證醫保都幫你搞掂晒啊！喺呢度住仔女都唔使擔心啦。住嘅地方都係6星級㗎，全屋智能電器乜都有，仲幫你配咗專用嘅洗衣機喎。喺商圈生活，親戚朋友過嚟探門都方便啦，食個飯過下夜你都唔使操心啦。咁樣嘅退休生活，你鍾唔鍾意呢？